过来看宜兰的纵轨，一台箱仔车本底是要载一群高职学生去上课，煞伫咧中兴三路甲高捷路口，和一台修理车相撞，车顶8人送院急救，加载是拢无大碍。这事故的原因，搁来调查。驶这台箱仔车的驾驶伫咧路口看到旅行车是大声喊，不过也是袂赴大档啊，直接撞到。这个箱仔车顶悬还搁载10个高职的学生。救护车赶去事故的现场，学生拢已经落车无掉咧内底。宜兰总为一台载高职学生上课的箱仔车，伫咧总为中兴三路甲高捷路的路口，甲一台旅行车相撞。相撞的声音，附近的居民拢有听到。嗡这一声啦，嗡一个，真大声呢。那上班的人啊，上班的人。实际上伊什么车嘛无看到，伊车头就弄一个你迄个桥，就比迄边迄个钢个咧啊。这台箱仔车是劳动高工甲劳动高伤学生的家长做伙出钱请的，要解决总为偏乡交通无利便的问题。车顶包括司机拢总11个人，有8个人送病院，加在拢轻伤，学生已经回去厝里休困。共8人受伤送医那所幸经过轻伤送医治疗之后都已经放假休息。那警方对双方实施将双方的酒测值均为0。警方初步调查，相反的驾驶无食酒驶车，若详细事故的原因也会调查。相关违规的部分查证认定了后举发，也提醒民众经过无号志的路口的时阵，要有防御驾驶的概念，避免发生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